要3转1响，还要500块彩礼钱。他们家是诚心嫁女儿吗？分明就是故意为难。这婚事算了。林小霞的弟弟在学打猎，要不咱拿家里猎枪跟他们好好谈谈。猎枪？你直接拆了我这把老骨头吧！1984年，我重生了。可儿子就喜欢人家姑娘，还说非他不娶。回到我21岁的时候，爹娘还在为我娶媳妇儿的事儿吵架。这种吵架，从我17岁一直听到35岁。前世35岁后，爹走了，娘隔年也跟着去了，而我到61岁，孤家寡人一个。有爹娘唠叨的日子真好啊！儿子，你来说说，我要把猎枪送给林家小儿子，跟林家好好谈你和小霞的婚事，你爹非要把枪留着。我是说留给子孙后代，可没说给这混蛋玩意儿。儿子娶不上媳妇儿，咱家到这就断根了，上哪找子孙后代？把猎枪送给林小强，林小霞也不会嫁给我。她是镇里的老师，是要去城里生活的女人，农村留不住她。猎枪留着，爹腿伤了不能上山，以后我去打猎，我来挣钱养家。娶媳妇儿的事儿，你们别操心了，我自己找。不烫啊，咋像烧迷糊了？你这混账是不是想骗走我的枪拿去卖钱？想都别想！老子当柴烧了都不给你！我不娶林小霞，找媳妇的事我自己有办法，你们不用操心。重来一世，40年的记忆在手，还怕过不好日子？站在风口上，猪也能飞。这就是你说的小马蜂窝？你还准备让我爹拄着拐来帮你搞？不是，林子哥，你误会了。大伯都拄拐了，我哪好意思让他动手？我就想让大伯来出主意，教我怎么灭，我自己动手。我家地就在这儿，前2天我娘下地被蛰了，今天我和我3弟来干活又被蛰了，这不除不行。这马蜂窝太大了，我爹也搞不定。不过我能搞。林子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去年上河村有人被马蜂扎死了。你去弄个大麻袋过来，要大的，至少比这马蜂窝大，顺便带合火柴。搞完之后，马蜂窝归我。好。林子哥，你太厉害了，一个包都没被蛰。当然，恭喜宿主捕获金环马蜂一窝，兽仆系统激活，赠送初始兽仆点10点，兽仆点可用于契约兽仆，兽仆将完全忠于您。捕获马环马蜂一窝，获得5兽仆点，兽仆点15，兽仆5。系统竟然还有系统！契约兽仆完全忠于自己，搞只棕熊当坐骑，契约群狼横扫4方。有这系统，大山还不是我说了算？老六，在那傻笑啥呢？家里母鸡就剩3只了，你要是再偷抓去跟狐朋狗友吃喝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吴姐，我没偷鸡，刚去为民除害了，搞了个马蜂窝回来，下午咱吃蜂蛹。啊！你不要命了！这里破了个洞，有马蜂要跑出来了，快弄死它！契约金环胡蜂需要消耗3点兽仆点，是否契约？你干什么去啊？收这么个小东西当兽仆能干啥？让他盯人，不过才3点，收了也不亏，还剩12点。契约。恭喜宿主契约兽仆金环胡蜂，以后就叫你金一了。到我肩膀上来，安静待着。你有什么特殊能力吗？共享视野，他看到什么，我就能看到什么，实时的，这他妈是顶级探子啊！去，到外面看看。系统出品，果然精品。
一只马蜂，一个移动的监控摄像头。谁能想到一只虫子会是探子？马蜂毒性很强，去年上河村就有人被蛰死，以后别再搞马蜂窝了。好，道理讲不通，二老根本不信我有经验，先答应下来，以后慢慢改变。对了，爹，你之前掏过2次蜜蜂窝，蜂蜜1斤卖多少钱来着？卖啥呀？都分了，你4个姐姐一家半斤，你大伯家半斤，你二伯家半斤，还有你老家你舅舅根本不够分的。你爹就是穷大方，每次被蛰得满面包，自家就留不到1斤蜜。都是给自己家人，又不是送外人。自己人？就那种你刚摔断腿，隔天就上门讨债的自己人？那马蜂窝真是你自己搞下来的？是啊，虎子可以作证。咋了，吴姐？我知道一个蜜蜂巢，上周去镇上看到卖蜂蜜的。走，咱现在就去掏，1斤1块6，掏个20-30斤，抵得上城里工人1个月工资。老弟，看那儿！干嘛呢？吴姐，你走远点，蜜蜂可能会冲出来。留3块给蜜蜂当口粮，来年再来，可持续发展。恭喜宿主掏了一个蜜蜂巢，获得受普点2点。掏了多少？整整8块巢蜜，估摸着能有20斤，比咱爹之前2次加一起都多。新蜜，吴姐快尝尝。哇，这么多，真好吃！不许再吃了，回去把蜜弄出来，明天拿去镇上卖。吴姐，你缺钱用？你不缺，你口袋有钱。嘿嘿，我没钱。你要缺钱用，先找爹妈呗。我用啥钱？我又不用娶媳妇儿。啊，是给我攒钱娶媳妇儿？吴姐不用，这事儿我自己有办法。靠你自己。你要还非娶城里有文化的姑娘，我怕等爹娘合眼都看不到你娶媳妇儿那天。吴姐，等等，还有事儿呢，别急着走，还有一个蜜蜂巢要去掏。你把袋子都带走了，我没东西装。还有。马蜂！你口袋飞出马蜂了，你没被蛰吧？别，吴姐，这只马蜂是我养的宠物，不会蛰我。蜜蜂巢就是它找到的，今天由它带路。时间不早了，快去快回。这马蜂太通人性了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的？前几天捡的，跟我投缘就养了，没想到挺有灵性，听得懂话，我给它取了名叫金一。金一，引路奖励。蜂蜜、蜂蛹、蜜蜂，你自己挑。为什么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？以前老爹养的狗也不吃别人给的东西，一个道理，我才是它主人。金一好像又有发现，走，吴姐，跟上他。又一个蜂巢。金一不只是探子，还是超级蜂巢探测器，搞得我都想养一只了。老六，先回去吧，再掏也没袋子装了，等下次多带几个袋子再来。从12涨到22，半天涨了10点。每次掏完蜂巢，系统都奖励，但数量随机，有的给1点，有的给2点，有的给3点。算了，金一，今天到这儿吧，没袋子了。不是系统偏爱分类，是契约条件，需要把对象抓在手里。之前金一也是被我捏住才跳出提示的。背着100来斤下山，对基本没干过活的我来说，真办不到。要是能契约一只大型兽脯就好了。拿2个给我，你没干过活，背不动正常。我背2个，你背1个，拿工具。吴姐，你背1个，我背2个。要是能一直保持这样，那倒也配得上城里有文化的姑娘。就是不知道你能坚持多久。明天开始加紧锻炼。我一个大男人，不能连吴姐和老娘都不如。
3个袋子都是蜂蜜，你们中午饭都没吃，去山上掏蜂蜜去了，掏了这么多，哎，快搬屋里去！老婆子，哪来2袋子潮湿？你自己问你宝贝儿子女儿吧，我也一脑袋浆糊。咋还有？总共几袋？这到底啥情况？不用问，我从头说。这事儿得从我半个月前上山捡柴看到蜜蜂窝说起。养了这儿会寻觅的马蜂，自己背2袋子蜜下山，这还是小六吗？金一，去。你们看，他真听我的话。谢大仙，谢大仙让我们家宝贝儿子开窍。原来他们也知道我以前多差劲，那咋还一直纵容？爹娘，晚上能杀只鸡吃吗？好久没吃肉了，没力气。等蜂蜜卖了再买几只回来。行，你自己去抓1只，今晚吃鸡。你们爹都答应了，还看我干嘛？去吧，那3只都养了很多年了，煮久一点。好耶！没有摇蜜机，只能用手挤，100多斤潮蜜全靠手工过滤。好在下午爹娘已经挤了不少。大伯大娘，林子哥呢？这么多蜂蜜，虎子来的正好，麻袋我娘给你洗干净了。马蜂窝太大，我们吃不完，半个你拿回去。再给你1块潮蜜，下午我跟吴姐掏了个蜜蜂巢。这咋好意思，林子哥，我就是来拿麻袋的，明天得用。客气啥？拿着。那谢谢林子哥，回头我给你们送点白菜，我看大娘今年好像没种。成，谢了。契约5爪黑土鸡需要消耗30点受谱点，当前受谱点不足。契约5爪黑土鸡需要消耗28点受谱点，当前受谱点不足。只土鸡都要28到33点，蜂窝还得多掏，必须抓在手里才能触发。下一个契约对象得好好想想。都说了赶集得趁早，你磨磨蹭蹭，好位置全没了。我哪知道大家这么早？天才刚亮啊！现在咋办？去后面找个地方卖。先去内铺子看看。老板，有塑料瓶吗？我要装蜂蜜卖。塑料瓶没有，不过有罐头瓶，1瓶正好装1斤蜜，1个1毛，带盖儿。你要多少？能看看吗？可以，大概需要100个。我们直接在你店门口装蜜，装完按实际用量付钱，成不？没问题。卖蜂蜜喽！正宗野蜂蜜，1年就这1季，错过了只能拍大腿。小伙子，蜂蜜怎么卖？带瓶子吗？带瓶卖，1瓶1斤蜜1块8。今天第一次来咱集上卖，打折价不还价。试试咱这蜜甜不甜？给我吃的，不要钱？试吃当然不要钱，试完不买也没关系。真可以试完不买？自然可以，每人都能来拿1块试吃，免费。甜，好吃，给我来3瓶。172块8毛1个小时170多块。你好，我叫冯玉儿，今天
你们在我店门口卖蜜，也让我店里生意前所未有的好。瓶子算我请的，交个朋友。冯老板，朋友归朋友，生意归生意，瓶子钱你收下，不然下次我不敢来了。你那里蜂蜜还有吗？我想大量收，最少50斤，越多越好。成，后天给你送来。合作愉快。大爷，狗崽子怎么卖？1只4块，6只全买22块。契约幼年田园犬需要消耗21点受谱点，是否契约？契约幼年黑瞎子需要消耗46点受谱点，当前受谱点不足。幼年黑瞎子，这群狗崽子里混进了一只黑瞎子。大爷，你家大花真有本事，我就要这只了，4块钱。要不再买1只？第2只3块5。不要了。老猪头，你家大花不是上个月才生了4只崽吗？这个月又生了？我家大花能生，不行啊！玉英，林子不年不节的买这么多东西，是不是林子的婚事说成了？没有的事儿，就是正常赶集买粮食。爹娘在家等我们，先走了，二大娘。我看林子和小霞的好事大概率谈成了。听说林家要3转1响加500块，条件可不低。石老三前些年打猎赚了不少，这次怕是要全掏出来给儿子娶媳妇喽。你们知道个啥？林家条件早开好了，3转1响，彩礼备齐，小霞可以嫁过来，但她的工资每个月还得继续上交林家。我听说林小霞的弟弟林小强最近还去学打猎，说不定还要让石林他老爸掏出那把宝贝猎枪，那可是几百块的玩意儿。这也太苛刻了吧！这不是薅老石家的羊毛吗？娶了个祖宗回家伺候呗。白面、大米、猪腿、麦乳精，还有小狗仔，你俩败家玩意儿，这些花了多少钱？2桶蜂蜜卖了172块8毛，瓶子5块，弱势母鸡14块6，麦乳精7块。大米白面调料8块多，狗仔4块，总共花了58块多。50几块钱说花就花了，你不知道咱家现在2个月都赚不到50块吗？娘，咱家个个面黄肌瘦，爹也还在康复期，不吃好的腿怎么好？现在不舍得花钱补身体，以后就得花钱看病，更不划算。而且后天还有蜂蜜要卖给冯大哥，1斤1块6收，钱还会有的。买都买了，蜜蜂还能继续掏，以后注意就是了。娘，这是剩下的102块8毛，100给你们，2块8我留着。买母鸡剩的15块4毛。行，那先收着。小五，这5块4你拿着，去捡块布做身新衣服。再给小五拿5块，小五也不小了，该准备相看人家了。吴姐，快收下吧，爹娘好不容易这么大方，过了这村儿没这店了。不，这我怎么能要呢？爹，你看看这只小崽子，鉴定一下，4块钱买回来值不值？一只土狗崽子4块钱，你被坑了，正常1只才2块。咱家以前投狗大黄的崽子，1只才卖3块，你傻啊？这哪是小狗崽儿？啥？这是小黑瞎子。这真是小黑瞎子，看着跟狗崽儿一样啊！你们看这爪子，狗是4根，熊是5根，还有它的膝盖骨跟狗完全不一样。那岂不是赚大了？这小东西能卖多少钱？估摸着有10几、20块，可以带去宋老三那儿问问，他收熊崽子。嘿嘿，赚了！老六你也有今天，遇到老忽悠都能捡漏。这小黑熊我可不准备卖，等它长大了再说。对，等它多长点肉再卖，到时候肯定能卖更多。等受谱点攒够了，它就是我的预备受谱。黑瞎子长大后战力可不是盖的。吴姐，袋子都装满了，这次就这样吧。这次找到8个，怎么也得有100多斤，我们发财了。打开面板，今天8个蜂巢加了20点，再掏1、2个就能凑够46点，可以契约小黑瞎子了。
不过它太小，先不急。我现在需要的是现在就能帮上忙的兽仆。紫蓝雕，这可是大山里有名的值钱货，一张皮能卖100块以上。早知道能遇到你，我就带弹弓了。原来是只中了夹子的。这是黄皮子吗？比黄皮子值钱多了。紫蓝雕，紫蓝雕，很值钱那种。它是被夹中后自己咬断绳子跑掉的，跑到这里又被树枝缠住了，这边快被咬断了。要不是遇到咱们，它又跑了。恭喜宿主捕获紫蓝雕1只，获得兽谱点18点。契约受伤紫蓝雕需要消耗40点兽谱点。契约要40点，入不敷出，而且还受着伤。好乖，好可爱，皮好好摸。老六，要不咱先养着吧，以后有需要了再卖。40点兽谱点，赌一把。要是能像金一一样有特殊能力，那就值了。契约。恭喜宿主契约兽仆紫蓝雕，以后就叫你子二吧。你放它干嘛？它值100多块。放心，它不会跑。吴姐，把子儿放出去，看他想干啥。万一跑了呢？他要想跑，刚才就跑了。放吧。他往山上跑了，不会真跑了吧？子儿回来了，他真回来了，他真回来了！小白眼狼，你是出去干架了？他有东西要给咱看，跟上。子儿干的，这只大的得有2斤，他自己才1斤重，还伤着腿。受伤状态下干掉2只比自己大的野鸡，还一直没让跑，确实有本事。恭喜宿主捕获野鸡蛋9颗，获得兽谱点2点。恭喜宿主捕获野鸡2只，获得兽谱点5点。契约子二花的40点，这就赚回来7点了，物超所值。子二真厉害，给你切肉吃，回家给你治腿。走，晚上又有鸡肉吃了。4个袋子全满了，比昨天还多。大叶子，小五，你咋还抓了只大叶子回来？快绑起来，别让它跑了！爹，这只紫雕是我和吴姐救的，我们准备养起来，不会跑。这是他来咱家的见面礼，都送礼上门了，你不会还想宰了卖皮子吧？爹，这小家伙真的有灵性，跟金一一样。我们救了他，他转头就去抓了2只野鸡，感谢我们。娘，咱把子儿养起来好不好？现在我和老六掏蜜赚的钱不少，不差他1只。问你们爹，这事儿听他的。既然你们都喜欢，那就养着吧。我以前上山也想打这小东西，见过几次，但我那双管猎枪一打下去，它能碎成渣，就没打。要抓这玩意儿，得知道出行路线，放夹子。这种日子真好。林子哥，你家猎枪放哪儿了林小强，你来我家有什么事儿？我想用一下你家的枪，明天跟师傅上山。另外我姐的事儿，晚点咱喝2杯，我跟你说。没枪借你，也不想知道你姐的事儿。没别的事儿就回吧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爹不是有把枪吃灰吗？你不想知道我姐的事儿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以前我想追你姐，给你点脸，现在不想了，懂了吗？
你姐和钢铁厂厂长儿子钻玉米地的时候，就是你小子把的风吧？你可真是个好弟弟。你在说什么？追不到我姐就泼脏水是吧？信不信老子抽你？是不是泼脏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老子没去找你们麻烦，你还来了。再在我家狗叫，我就去村部用喇叭全村通知。现在，滚出去！林小霞真跟别人钻苞米地了？真的，赖三儿看到的。林小强给了赖三儿好处封口。老六，你以后再也不许找他了。你要还去，吴姐第一个看不起你。放心吧，以后我努力赚钱，娶个比他好10000倍的。再去招惹那林小霞，老子先打断你的腿！那他都跟别人好上了，为什么不跟你说清楚？上周我还看他和你在河边说话。他跟别人好上了，还拖着我，他们是惦记咱家的枪呗。那枪385块钱，够配3转1响了。他们想白拿。所以说，这枪放着吃灰，就会有人惦记。要是我把枪用起来，天天背着上山，别想了，打猎太危险。你们掏蜂蜜比我以前打猎赚得多，继续掏蜜就行。爹，附近的蜂巢快掏完了，继续掏得往更远走。山上带把枪，遇到大家伙还能吓唬一下。行，明天我教你打枪，学会了，枪给你。爹，打枪我会，直接给我吧。你会个屁！玉军哥，林子，找你玉军哥啊，他被人叫去林场猎野猪了，得2、3天回来。嫂子，家里以前那把老枪还在吗？我先拿回去用2天。给你用？我爹准备教我打枪。里面是燃料，小心别拿到灶房。小的，前世用了几10年的老伙计，久违了。这种喷子的原理简单，瞄准、扣扳机。我先给你讲讲注意事项。让我先开一枪，你看看对不对，再指正。梁锯，盗火药要用梁锯。你当时你老……爹，先拿着枪，我捞猎物。22点，比紫蓝雕还多。早知道打鱼加这么多，早来了。胖头鱼40斤往上，咱村这条河从来没人打过这么大的鱼。算你小子厉害，回家吧。哇，石老三，这么大的鱼，用枪打的吧？石老炮拄拐都能打，牛啊！是我儿子打的，不是我。三哥，你就别给孩子贴金了，咱们都知道。41斤，没了半个脑袋还41斤，完整的得有快50斤，拿去卖。鱼肉贵，这么大一条能卖不少钱。送去上河村刘寡妇那儿，她有收。你提我名字，不会坑你。去你二伯家借下自行车，卖了鱼记得买点东西，顺道去看看你四姐。你四姐刚生孩子没多久，得补补。好。巧丽姐，在家吗？这不是石家小六吗？大晚上的，怎么想着来找姐姐呢？乔丽姐，我爹让我来的，刚打的胖头鱼，给个价。好大的鱼，这鱼肉紧实，姐给你个公道价，1斤1块1。成。45块1，给你47，零头姐补给你。下次有好货，记得第一时间想着姐哦。好。别光说好，留下来吃个宵夜。姐刚炖了鸡汤，还热乎着呢。巧丽姐，不用了。我爸妈叫我顺道去看看我四姐。前世四姐28岁才出嫁，后来为了生儿子跑去南方，怀第5个的时候出了意外。这一世绝对不能让那种事儿发生。四姐，四姐夫，是小舅舅吗？盼儿，你爹娘呢？爹和娘去地里了，还没回来。这都几点了？你吃饭了吗？妹妹呢？
妹妹在奶奶那儿，盼儿要等爹娘回来再过去吃。吃吧，用汤勺，一点一点吃，别烫着。真给我吃吗？舅舅泡的，不给盼儿吃给谁？快吃，慢点喝。舅舅再去给你弄点肉吃。哟，原来是二弟的小舅子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过来叫盼弟吃饭，闻到香味儿，还以为进贼了。那是你的吗？我让你吃了吗？盼弟就是偷东西了，家里好吃的都是我的，他偷吃肉，偷我的肉。家里好吃的都是他的，谁吃就是偷，难怪盼儿瘦成这样。今天是我在这里，我要是不在，你们还想怎么欺负他？小舅舅，盼儿没有偷。舅舅知道，以后谁也不敢说你偷。老六，你咋来了3个月前刚生完孩子，瘦成这样，比60岁的老太太还显老。先吃饭。老六，你要来咋不提前说？我也好弄点菜。小舅舅吃。一人一根，一起吃。这白米饭真好吃，软糯香甜。你们也吃啊，别干看着，来吃。他娘怎么欺负四姐，他全看在眼里，一声不吭，就一个窝囊废。老六，你今天到底咋了？我来接你和2个外甥女回家，咱不在刘家待了。你看看你，再看看盼儿，再待下去，你们得被活活饿死。我跟你回去，会影响你娶媳妇儿的。出嫁的女儿被赶回家，传出去对咱家名声不好。什么赶回家？是我亲自上门来接的，我名声本来也没多好，不差这一点。不行的，你要是再犹豫，我现在就回家把咱爹拉过来。咱爹要是知道你在刘家过这种日子，他能带着枪来，你信不？我去抱来电儿回来。我娘家有事儿，带2个女儿回去住几天。地里还有一堆活，你现在回去，俺咋忙得过来？四姐嫁进来的时候白白胖胖，你看她现在成什么样了？她才生完孩子3个月，你还他妈是个男人吗？老六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让爸妈等急了。走了就不再是俺们刘家的人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别再来。老六，停下，我不回去了。坐好了，别摔着孩子。老贼婆，你们这种鬼地方，用轿子请我们也不来了。以后再敢欺负我四姐，老子连你一块儿打！子儿这么兴奋，肯定是老六回来了。好像不止他一个人，四姐也在，小盼儿也带回来了。五姨，姥姥姥爷，盼儿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爹，娘，闺女，你咋变成这样了？事情就是这样，四姐在那边干最累的活，吃最差的伙食，穿最烂的衣服。爹，我来的时候已经把刘德富打了一顿了，你别去了。他们家现在就刘德富和几个女人，咱大老爷们儿不好对女人动手。过2天带四姐去跟刘德富离婚，
离婚后，四姐在家帮我干活，我一天给2块钱工资。不用给工资，有饭吃就行。不行，你以后还得送帕尔读书，没钱怎么读？我把自行车还你二伯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们早点睡，明天该上山上山。是去的二伯家。金一找到蜂巢了，穿装备。小紫儿又叼了一只野兔，它也太厉害了。干得好，继续。遇到大家伙回来通知我。3个袋子装巢蜜，第4个袋子装了6只野兔、4只鸟、3只野鸡。这次收获不错。没想到4个袋子这么快就满了，总共才2个多小时。袋子满了，今天早上就到这儿。吴姐，你先在这儿休息，我在附近转转，看有没有能打的猎物。别进深山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土枪精度最多60-70米，100米外基本没准头，而且这鬼东西打一发装一发，慢得要死。能悄悄过去突袭一只吗？不要求杀死，冲进去咬一口就跑，拖住一只就行。回去给你加鸡腿。我现在有226点，万一刚契约上他就死了，那就亏大了。但不契约的话，3只狼加1只花角鹿，我也弄不回去。契约。以后就叫你驼3吧。我的力气变大了，不只是力气，速度、反应全方位提升了。是契约花角鹿带来的。果然能治疗兽仆的伤，和子二一样，契约后恢复速度暴增。该回去了，不然吴姐得担心了。老六，这是暗崽子，背上那些是狼，你咋搞回来的？嘿嘿，路上说，先收拾东西走。玉英、林子，你们这是去山里打猎了？是啊，青红婶子，运气不错，打了几头狼。这是单吧？这玩意儿可值钱了。运气好，碰到只刚出生没几个月的，骗回来了。各位叔伯先忙，我们回去了。玉英姐、林子哥，快回家！三叔跟我爹去下河村和刘家人干仗去了。啥？停！石家小六，别往刘家去了。熊猫叔，我爹他们还在刘家吗？早不在了。你爹和你二大爷把刘家几口人全打了，连那个3岁的小孙子都挨了2巴掌。现在刘家那老太婆哭天喊地的，他们村一堆人叫嚣着要打上咱村去。全打了？除了那个大嫂跑得快，其他人一个没跑掉。你爹他们现在被带到镇上了，走吧，一起过去。兴邦、小六，你们咋来了？没事儿，最多关半个月。二大爷，身上没事吧？要不要弄点药？打几个软脚虾还能受伤？你二大爷当年给你二大爷弄瓶跌打酒，他帮我挡了几下。小六，来，一起去接他们。乐山叔，
您从哪儿弄来的？刘德强来找我看病，我说不写谅解书就不给看。刘德强什么病？不能人道。还是乐山叔厉害。咱家啥时候做肉摊子了？这些是我早上打回来的，3只成年狼，6只兔子，几只野鸡和鸟。3只成年狼，你进深山了？你他妈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拿着那把打一发装半天子弹的破枪，遇到狼群你还敢上？没进太深，就一点点。小狼群，4头成年的2头崽子。4头成年狼，你他妈一杆土枪打一发装半天，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爹，我打准了，3枪3个，而且有子儿帮忙，我才动的手。你小子是真胆大，遇到狼群你还上，要钱不要命。你还好意思说人家小六？混账玩意儿，你命大！我们本来是去谈的，结果那老太婆一开口就说四姑娘走了，跟他们没关系了，要重新给刘德富娶能生儿子的媳妇儿。刘家真不是个东西。我说那就离婚吧，把嫁妆还回来。话还没说完，那老太婆竟然要我们出800块，说四姑娘吃了他们家这么多年。她话刚说完，老三一拐杖就抡过去了。我给刘德强开了药，需要鲜花角鹿血，附近几个镇子也就你这里有活花角鹿。刘德强想治病就得求到我这儿来，四姐的事就好解决了。小六，想不想跟叔学医？学会了养家糊口没问题。你心黑一点，发财也不难。我从不要求医德。叔，我脑子笨，还是更喜欢进山打猎。以后您要是需要山里的药材，跟我说，我去采。这本《伤寒论》上面有我的注释，没事翻翻。不管有没有兴趣，学点医理对跑山人没坏处。前世乐山叔也送过我这本书，是我学医失败离开时送的。这一世倒是提前了好多年。谢谢乐山叔。都出去自由活动，看谁找到的猎物最多。你自己随便玩，等会儿知道回来就行。不错不错，正好掏回去补充蛋白质。忘了花角鹿是会潜水的。牛魔王坐骑碧水金睛兽，原型就是花角鹿。不错，继续抓。1个小时，40多条鱼，这效率以后真的可以躺平了。今天你最棒，晚上奖励你吃麦乳精。你今天到河里下网了？抓这么多，个头还都这么大。运气好。看够了没？看够了就来帮姐弄一下。啊？哦。青鱼109斤多，野鸭子41斤，黄皮子整只60块，总共238块多。我凑个整，给你240。小六子，有件事跟你说一声。刘德福是我本家，平时没啥来往。你四姐的事儿，镇刚叔做得漂亮，解气。不过我听说，下河村有几个年轻人商量着想打你闷棍，你以后出门注意点。谢了，乔丽姐，下次再有好东西，第一时间送你这儿来。算你有良心。你尽管送，价格包你满意。这趟总共240，200上交，娘你收着。这10块给盼儿，这10块给来弟，小舅舅补个红包。小六出息了。石林，来，快进来。
正宗的野花蜜，品质非常好，1斤1块6，梧桐我全收。406块4毛，我凑个整，给你410。下次还有这么多，价格我再提5分钱，1块6毛5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没问题，最快3、5天后。好。石小哥，你这个年纪应该婚配了吧？还没呢。那你看姐姐怎么样？冯老板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这是演哪一出啊？哎呀，林子长得真俊，有出息，年少有为啊！四姐，咱娘叫这些人来干啥？她今天有点不对劲儿。看不出来，咱娘在给你张罗婚事呢，让大娘婶子们帮你介绍对象。真张罗婚事啊？加把劲儿，就差几米了，追上他，每人分50，带你们去舞厅找娘们儿。4个酒囊饭袋，2个蹬车的快不行了，剩下2个拿着短刀。这小子不行了，快追！你别过来！就这胆子，还拿短刀来追我？啊！哼，能力不行，胆子倒大，持刀抢劫，等着劳改吧。厉害，一个人反擒拿4个持刀抢劫的，这种事儿放以前叔只在故事里听过。 4个酒囊饭袋，追了一会儿自己就废了。咱村随便拉个人出来都比他们强。我都招了，有人告诉我们他有钱的，那人我不认识。带走。林子，你他妈用我的车不说，借你车，送你只鸡，明天还得用，再送一只。咱俩啥关系？你尽管骑。有件事跟你说，林小强昨天拿酒肉来找我们喝酒，想撺掇大勇和二狗收拾你。大勇和二狗好像听进去了，你自己当心。林小强，那4个混混8成也是林小强撺掇来的。哼，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呢。嘿嘿，白赚之鸡，我特娘的真是个天才。娘，我给演示一下怎么弄。放心，娘懂。行，你们跟着金一去淘蜜，我去附近打猎，要回来让金一来叫我。你去吧，别进太深。子二去哪儿了？这小家伙好歹也是一只紫蓝雕，看啥呢？托三儿，你在这里看着。受谱点加64，受谱点加51。雪花鹿浑身是宝，鹿茸、鹿鞭、鹿血、鹿皮，今天赚大了。我去，2头雪花鹿！儿子，雪花鹿啊，咱要发财了！没那么夸张，最多几百块。
娘，你们回村借辆牛车来，这2头鹿太重了，我扛不动了。头鹿加一起200多斤，你从深山里扛回来的？娘，我觉得老六比之前高了，也壮了，真的，脸上轮廓也更硬朗了，比以前更好看了。最近伙食好了，吃得好自然就壮了，你们气色也变好了，自己没注意而已。快去借牛车吧，天要黑了。身体还在变强，契约的兽仆越多，我就越强。2头雪花鹿，还有5、6袋子蜜，这一趟少说大几百，比咱在地里刨1整年都强。你家小妹多大了？跟林子差不多吧，赶紧托人问问。13嫂子，林子，等一下，你们能不能把这只雪花鹿的鹿鞭卖给我？林会家，这路边我们还没决定卖不卖。你也知道，家里一大帮子人，万一谁要呢？10块钱一根路边，我出10块。有个老朋友托我留意很久了。不卖，你找别人吧。哟，林开介这么不给面子？呵呵，还不知道呢吧？石老三2口子去林家，问林小霞，被拒了。哼，人家浪子回头了，一天赚别人1整年的，老林家现在怕是悔得拍断腿喽。人家闺女是老师，想娶的人多了去了。老师，赶得上人家石林，一天挣几百？这不瞎搞吗？老三，你以前也打猎，咋没见你打过这么多？啥记性？当年队里号召除野猪，我一天最多打了27头，堆起来跟小山似的。132斤，误差不超过2斤。我来吧。林子哥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了？多吃肉蛋，多干重活，力气自然大。哇，这鱼少说20斤！你不是上山打猎吗？哪来的鱼？狗鲲和桂鱼，好东西。这1麻袋鱼不比1只鹿便宜。山里的山涧里抓的。玉波，你手里那条，给你们家。爹，咱家留1条，给乐山叔留1条，其他的我送去卖了。小六真的变了。这几个卖不上钱，别带了。雪花鹿留一些，其他也送去卖。行，雪花鹿不着急，等我回来再想怎么卖。这玩意儿浑身是宝，按斤卖太亏。爹，你也给我问个亲吧，找那种城里姑娘，漂亮的，我也想进步。这个锤子，有本事自己去找。小六子，快进来！野兔、野鸡还是按昨天的价，带毛收1斤8毛，大马哈鱼1块4，桂鱼1块7。行，上秤。野兔、野鸡82斤，65块6；大马哈鱼172斤，240块8；桂鱼17斤，27块2，合计333块6，凑个整，给你335。谢了，巧丽姐。和你做生意就是舒服，陪姐喝2杯。今天家里炖了王八汤，怎么大白天的，怕姐吃了不成？
行，今天蹭碗汤。乔丽姐，咱这里收雪花鹿是什么价？1斤1块5六，有鹿茸的鹿茸单算。和我料的一样，整头鹿送来，比桂鱼还便宜。鹿肉往哪儿卖能值钱些？想卖贵，去县城碰运气。贵的鱼和肉，基本也只有县城卖得上价。是我想错了，这是1984年，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，有肉吃就能补营养，何必非得鹿肉？这年头谁在意养生啊？乔丽姐，你生意上有没有想过，不光做菜市场的买卖，去找那些摊贩、酒楼、国营饭店合作？对呀，我咋没想到？别给肉放坏了，拿着，不要钱。林子，来找我有事儿。今天打了2头雪花鹿，这些东西医书上说是好东西，我不会用，想着给乐山叔您送来。好东西，你拿到里面去，家里没人，随便放，等我回来处理。全卖光了。你乐山叔来了一趟，说鹿肉有生津补髓、益血壮阳的功效，然后剩下的就被抢光了。乐山叔这是专门过来打了个广告。对了，林会计又来了，跟爹解释说他不知道问亲的事儿，后来买走了一个鹿头。卖就卖了。鹿肉卖了1斤1块2，村里人都买的。还好你提前留了些下来，不然咱家自个儿没鹿肉吃了。不到1周就快800了，等狗归季节过了，寿普点破1000，再去契约一只大家伙。子儿打了一早上的猎，得去给他收战场了。子儿在求救，不好！以后别跑太远了，在我附近，那老虎崽子就算真来了，我也能保你。等级压制，动物之间的等级压制。但如果这只长须花猫能为我所用呢？这他妈是母的，还怀了崽，688点，契约驮3才222点，这个要3倍还多。算了，契约，错过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抓到活的长须花猫。母子仨。
以后就叫你大花猫吧，688买1送2，行，不亏。走，回家。他好温顺。是只母的，肚子里有崽子。对，以后从小把崽子养起来，上山能派大用场。真有灵性。行，养着吧。你就是石莲吧？我叫邱卫东，以前跟你爹一起打过猎。你爹老邱头5、6年没来我们这儿打猎了。你啥时候跟我爹一起打的？石林兄弟，我听说你天天在山里抓鱼，有什么技巧？作为交换，我告诉你一只老虎崽子的下落。老虎崽子都在我家了，想要鱼就下水抓，没什么技巧。小六子，有钱一起赚，10斤以上的大鱼1斤加2毛。县里大酒楼主动找我合作了。主要还是巧丽姐你会做生意。咱们刚才那态度和现在比，别看了，人家有本事每天弄几百斤大鱼过来，你有吗？10斤以上265斤1块8，10斤以下143斤1块5，计215，合计692。给你取整，算你700。靠自己努力和汗水赚来的钱就是香啊！林子，今天有没有野鸡？我媳妇儿怀上了，想买只给她补补。不巧，今天没野鸡。嫂子怀上了是喜事儿，这条鱼算贺礼。这小子，娘呢？姥姥去给小舅舅看媳妇儿去了，去县城了，还说给我带大白兔奶糖。我娘真去给我看媳妇儿了？真去了。红姑婶子说是在县城工作的，年纪跟你差不多，长得漂亮。娘一听就兴冲冲去了，说先看一眼，满意了回来给你介绍。老娘想的还挺周全，自己先跑去县城看一眼。漂亮。算了，你们回去吧。要是没小花嚼路，真讨不上渔夫这口饭。小家伙比我勤快多了。契约长须花猫之后，爆发力更强了，脚步也轻了。猫科的能力，我能获得他们的部分能力。娘还没回来。去你二姐家了，住一晚，明天回。6袋子朝风没处理，明天还得送冯月儿那儿。爹，不着急，我们先吃饭。这次搞不好，下次饿了自己冲碗麦乳清，多大年纪了？顺便给盼儿也冲一碗。今天我做饭，给你们露一手。你做饭？4姐5姐去送鱼，鱼不多。谁去二大爷家借个自行车？我去，搞了一天，腰要直不起来了。你们也歇会儿，剩下的晚点弄。哎，你看，爹好多天没出门了，看把他给兴奋的，花脚路车都让他赶出马车的感觉。小舅舅好香。等小舅舅做好，第一个给你吃。小六子，你可
振刚叔，小六子呢？叔，刘巧丽，你跟我一个辈分的，你不会想吃我家小六子的嫩草吧？我绝不同意。振刚哥，我这不是叫顺口了吗？小六子上次给我出主意，几天时间生意大了10倍。你看我这院子呢。小六还有生意天赋。称重称鱼。石老三，听说你腿摔了，咋又能蹦跶了？腿还瘸着，上不了山。我儿子打了点鱼，我给送来。你打了啥？进山2天，打了只黄毛子。不错，7、80斤，能卖好几十。哼，勉强过得去吧。振刚哥，231斤，300块。石老三，你儿子就下午抓了这点鱼？是啊，下午鱼少。走快点儿，该回家吃饭了。林子哥，你这手艺比我们食堂大师傅都牛，你来我们食堂当师傅吧。你傻吧？林子现在一天赚几百，去你们食堂1个月才多少？你这脑子随了谁？这笔账都算不明白。超级好吃！都吃上了，屋里还有马蜂酒，等会儿拿出来喝。老爷，小舅舅做的饭超级好吃，你快来吃。嚯，没腥味儿，好喝。老爷吃鸡腿，这鸡肉特么的好吃，这就是清水煮的。白斩鸡，南方名菜。再来一碗。米饭没了，那我再吃点菜。卖鱼300，路上卖了2条2块，一共302。林子，你到底是怎么抓的鱼？能不能跟哥说说？能教就教，不能就算了，不强求。秘密就是他会游泳，能潜水，先下水找鱼群，我再过去下网。难怪你们不把紫蓝鲷卖了。我上次跟玉英姐说，一张紫蓝鲷皮能卖200多，差点挨揍。方法你用不了，但我可以给你推荐个地方，羊角段的山涧鱼很多。我今天袋子带少了，少说还能再抓2麻袋。好，我明天就去。以后别人问打猎捕鱼的事儿，能不说就别说，推不掉的，推到我身上来。好嘞。村里李福生和赵有才他们学你去山涧抓鱼，结果在野猪林挖到一株10几年的5品野山参，卖了3500。现在2家因为分钱打群架，都被叫去村部调停了。赵有才、李福生挖到野山参了。前世赵有才跟我喝酒说过，半个月后，林有福在同一个区域挖到了一株30年的。现在赵有才刚挖到，林有才还没出手，我还有时间。爹，咱家有追蚌出的工具吧？那地方早被赵有才翻烂了，你去找什么？我寻思去碰碰运气。以这里为中心，4个方向，各找1个方向，找人参。不是人参，这也不是人参。你们根本不认识人参。行，跟我走，一起找。我先找到1颗，给你们认认。追蚌兔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算了，你们先去自由活动找吃的去，我再找一会儿。养这仨倒是省心，都不用准备食物。
我操！败家子儿，10年废的野山参，你就这么吃了？好了，我刚刚不该说你的。你刚生孩子了，本就要补补身体。走，带我去你挖这株人参的地方。就剩点须子了，拿回去炖汤吧。年份才3年左右，太嫩了。挖出来不值钱，留在这里过几十年，就是泼天富贵。五品叶。哈哈，找到了！棒土，棒土，搞定！石林，今天不抓鱼了，也来碰运气？你猜呢？我操！野山参！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是小强不对，姓石的，你下这么重的！再跟老子狗叫一句，直接送你们上天！参还你，这事就此了结。没完，回去在村里公开道歉，并赔偿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蠢货！山里什么事儿能干，什么事儿不能干，不明白？干得漂亮！驼3抓10斤以上的，大花猫抓5到10斤的，子2随便抓。收工，回家。你可算回来了！今天上山这么久，全家人都担心死了。这一袋快100斤了吧？他扛着3袋子，力气什么时候变这么大的？你要扛不动就先歇会儿，我回家拉板车。不用，走吧。这驼3儿真灵性，晚上加一盆拜拜菜。我操！败家子儿，你个败家子儿！好好的野山参挖成这样，跟狗啃的似的。死老头子又怎么了？你看看，上好的野山参本来能卖好几千，被他搞成这样，连1000都卖不上。败家子，你不会挖就不知道回家找人，这么糟践东西！骂吧骂吧，真正的宝贝安全着。昨晚我还跟你说了，挖参最重要的就是根须完整，你不会挖就回来叫我去啊！搞成这样，不是糟践东西吗？你还不如不挖。行了行了，能捡回来就是山神爷保佑。先分拣吧，分拣完赶紧送去卖，别不新鲜了。
小舅舅，这只是猪猪吗？和虎子叔叔家的猪猪好像啊。是小野猪，小舅舅留一只，明天做烤乳猪给你吃。小舅舅最好。3只黄毛子都留下来吧。你爹说，黄毛子在刘寡妇那边1斤才3包5，还不如自己吃。行啊。那今天就留3只黄毛子，其他的都送去卖。这条蝮蛇留下，再留几只鸟，做个龙凤汤。蛇拿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卖上价，鸟太轻不值钱，留家里煮。还有啥事儿不能在院子里说？我操！这特么少说30、40年，甚至可能不止。这一圈一圈的横纹，这完整的身躯，这得值老钱了。你从哪儿挖到的？野猪林那边。哈，那边不是被赵有才他们翻遍了？咋还有这种野山参？我这种败家子儿，运气一向比较好。回头卖完货再处理晾晒，新鲜的不能直接藏，会坏。有这根野山参在家放着，爸妈心里也有个定心丸了，以后应该不会再那么怕花钱吧。4袋子鱼，大的1斤1块8，中等的、小的分了好几个级别，最低也在1块3以上。鱼总共891块。野兔、野鸡那些小猎物，2麻袋192块，总共1083块。小六子，家里现金不太够，后面还得跟别人结账。今天这账就算1100，这800你先拿着，剩下的我明天给你。这有什么不成的？剩下的下次再结就成。君儿早上第一网下去就捞了快1麻袋，超过10斤的大鱼2条，早上就卖了187块钱。下午又背回来1麻袋，我留了2条大的提过来给你们。要是没林子说那个地方，君儿打1个月猎也赚不到180呀。二大娘，这2条鱼都值几十块了，你快自己拿回去。我今天也捞了不少，家里还留着2条呢。不行不行，你军哥那脾气，非跟我急不可。那狗归我收了。
这2条你提回去。二大爷要是说你，我去找他说理。鱼560多斤，其中10斤以上的320多斤，鱼卖了900多，野鸡、野兔那些卖了快200，总共1100块钱。马上要入冬了，今年都有赚钱，你们也给自己弄2身棉衣穿穿。娘，先给老六做2套新衣服吧。他最近天天进山，衣服没一件好的了。你不是要给他找媳妇儿吗？总得有2件新衣服吧？完蛋，我咋忘了这个事儿？我昨天去县城给小六看媳妇儿去了，那女娃家里是镇上的，刚中专毕业到咱县医院上班，和小六一个年纪，有文化，长得不高，但屁股大，好生养。说重点。我跟那女孩约了，明天中午小六去县医院跟她见面，正好带人家吃个饭。要不去找你军哥借一套新衣服？军哥1.7米出头，我1.86米，他衣服我咋穿？随便穿一身得了。不行。那这样，我明天早上先去县城买2套衣服，再去请人家吃饭，行了吧？这可以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先买衣服，再去见姑娘。娘，我今天上山1天赚了1100块钱，明天让我去县城，又是请吃饭，又是买衣服，里外里得亏1000好几，你不心疼啊？你要是娶不上媳妇儿，挣再多钱那也没用。最近天天上山，也该休息休息了。别以为年轻身体撑得住，老了有你受的。小舅舅，要注意休息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会注意休息的。要什么车自己看，看好拉过来我这里，给你价格。老板，这辆3轮多少钱？4000一辆，不还价。是全新的吗？这态度，要放在后世，让你赔的底裤都掉光。石小哥，你咋在这里？要买3轮车吗？冯老板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。巧了嘛，戴金链子那是我表哥，这摊子我也有份儿。看上哪个车了？我给你成本价。不好意思，兄弟，不知道你和我表妹认识。那3轮车你要是想要，拿3000就行，车没问题。抱歉哈，我表哥对生意不太熟悉。不过这3轮确实适合你，你现在每天送货，3轮在3、5千斤没问题，比牛车快多了。要不下次再来买吧，我这次出门没带那么多钱。直接开走，钱从蜂蜜的账上扣。咱一直做生意的，我还能信不过你？油满了，这桶备用。以后加油去加油站，或者来这里都行。那就多谢冯老板了。石小哥，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。下周我要招待一个大人物，他就喜欢吃咱大河里的黄鱼，要大的。在县里打鱼就你最厉害，附近几个县城的水产市场我都跑遍了，要么太小，要么不新鲜，远的来不及。我想让你这几天下大河寻摸寻摸。行，回头我下大河搞搞。不过冯老板，丑话说前头，打鱼看运气，不一定能捞到大黄鱼。不管捞不捞得到黄鱼，每斤鱼货我给你补贴3毛钱，捕到大黄鱼按市面最高价结算。行，抓鱼的事儿我尽力。老六，你咋来了？跟谁借的3轮车啊？赵二蛋，你还有没有句了？你爹娘没教你不能乱碰别人东西。走走走，都别围在我家门口。二姐，
把院门全打开，我把车开进去。娘让我给你带的，2只小野猪，1条鱼，1袋蜂蜜，1袋野鸭蛋，20斤苞米面。家里不过日子了，咋拿这么多东西来我这儿？拿回去，拿回去。娘前天来没跟你说吗？现在家里条件比之前好多了，这些东西你留着。娘每次见到我，都说你变好了，懂上进了。这次又说你会打猎赚钱了，有一次是真的。这种话你二姐都听了，快10年了。二姐，这次是真的，我现在真能赚钱了，还赚的不少。你看看这些，这些是我在县里买来给你们的。二姐，这次娘没骗你。你真的变了？真变了，赶紧帮忙搬。赵家老两口分给二姐的东西是真少。赵二蛋，你来我们家偷东西！不知道伤情，别乱碰。我先看看。别装晕了，起来，我带你找医生。娘，话别乱说，是大嫂先来打我。至于二蛋，他来我家偷东西，偷完爬墙出去，自己摔的。你看他身边那些大白兔奶糖和酥饼，都是我小弟刚拿过来的。二蛋不还在那儿呢吗？孩子摔了不带去看大夫，非要来找我拼命，这不有病吗？老大家的，你跟老二家的道个歉，带二蛋去诊所吧。今天阿才不在家，诊所没人，上医院看看吧，别伤了脑子。小六，这次的事儿是老大家的和二蛋不对，老头子给你赔个不是，但现在得赶紧看医生。你那3轮车能不能送我们去趟医院？行。拿着，带身上，我就不陪你们去了。今天娘给我安排了相亲。这他妈堪比后世美颜过的明星，还是纯天然的，化妆都没有。你好，你是于医生吗？我是于茉莉，你是家里安排来跟我相亲的？是，我叫石林，我娘跟你约好的。你好，咱长话短说吧，我先和你说说我的打算，你再考虑要不要继续和我相亲。一上来就这么直接，按前世几百次相亲的经验，这基本成不了。这午饭时间了，你下午不是还上班吗？我先请你吃饭吧，边吃边说。行，就前面那个小馆子，我请客。强调他请客，看来希望渺茫。老板娘搞什么鬼？等半天，上来的豆角还是生的。快点啊！菜呢？我们等半天了。于医生，今天你先去别的地方吃吧，你顾大哥不在，我忙不过来。没事儿，顾姐，我来后厨帮你。你炒菜，我帮你洗菜端盘子。是小姨又不舒服了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帮忙。
你这盘豆角还是没熟啊？要不我来炒，我会。你真会？来尝尝我的手艺。厉害，真好吃。还行还行，以前学过一点。你这厨艺不比京城大酒楼的厨师差。你和其他跟我相亲的人确实不太一样。不过我还是得先说，往后5年内，我不会离开辽平县，甚至可能更长。你接受不了的话，我也不浪费你时间。没问题啊，我家就是辽平县的。啊？你家是辽平县的？你不是京城过来的？不是啊，我家辽平县金星镇西沟村的。你家不是也在金星镇吗？你爹于金果在镇上开诊所，不是？你要相亲的那个人应该叫于丽丽吧？急诊科新来的实习生。合着我们相错了？是哦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于丽丽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呢。你今天可损失大了。确实损失很大，不过想到你也损失了一个京都大少，陪我这个农村小子在这儿吃饭，我心里又舒服不少。总算不是我一个人亏。本来也就是走个过场，相比起来还是你亏。我吃了顿好吃的，我赚了。对了，你们家在京城应该也是大家族吧？有没有四合院？还过得去，四合院有，咋了？以后你们要是想卖四合院，通知我一下，我买。你这么有钱？现在没有。要不要我给于丽丽放2小时假，你们再好好相相看？你面子这么大，还能给于丽丽放假？那是，我急诊科副主任，给实习生放个假，轻轻松松嘛。你是急诊科副主任？不会吧，姐姐，你几岁啊？我都37、8了，小伙子。你该叫我阿姨。阿姨，阿姨你好啊！来来来，我扶你过马路。你这人，我开个玩笑，你还真服。自小老师教我们尊老爱幼，我学的可好了。那都过完马路了，你还搀着干嘛？小心我大喊抓流氓！别，我还没成家呢，可不想蹲局子。本来还想给于丽丽放个假，让你好好相亲的。现在阿姨我改变主意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这要是娶回家，老娘绝对满意。二姐，咋回事？过了大半个小时还没看好。医生说二蛋脑震荡，要住院观察，预估10块钱，老两口出5块，剩下5块让我们2家出。10块？就皮肉伤清洗包扎一下，1块钱都不用吧？什么搞错了？你们别想推卸责任，石玉娜和你石家小六都要负责，医药费你们出。你神经病吧！大嫂，二蛋偷东西自己摔的。现在二蛋要住院缺钱，大哥不在，我这钱我出，但我是作为孩子二叔出的，不是因为他在我家摔成这样。还是老儿明事理。不行，这钱我们不出，大哥又不是没工资，他当娘的都不舍得出，凭啥让我们出？你这个疯婆娘，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啊？小心哪天你儿子掉河里淹死了！你咒谁呢？赵铁柱，你愣着干嘛？都有人咒你儿子呢，你还不动手？你们怎么回事？在医院里吵什么？医生，我们这边有个孩子就是简单的皮肉伤，清理包扎就好了。你们医院却说脑震荡要住院，能不能再给孩子检查一下？是谁告诉你只是皮肉伤的？你是医生？我虽然不是医生，但皮肉伤和脑震荡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既然患者家属有疑问，再检查一下也没什么。把孩子带过来吧，我来检查。小鱼，每个家属都质疑，都重查，咱医院的工作量得翻几倍。李院长，我认识他，他有医学基础，
既然提出质疑，检查一下对患者负责。好吧，患者是哪个医生看的？一起过来会诊。小朋友，头疼不疼？有没有头晕？伤口有点疼，别的没有，不头晕。对不起，李院长，正好是中午休息，医生去吃饭了。这孩子是我包扎的。那说他病重要住院的也是你。是他妈让我这么说的，他妈是我表姐。对不起，小伙子，刚才是我不对，为表歉意，孩子的所有治疗费用由医院承担，我很抱歉。怎么开了辆3轮车回来？你啥时候学会开这个的？老早就会了，要不要我教你开？我赶花脚路车挺好，这车不会是你买的吧？花了多少钱？没花钱，冯老板的，他让我帮个忙，先借我开。小六相亲对象怎么样？看对眼没？还行，再多看看。我早上和你娘商量了，准备在咱家旁边空地再建个砖瓦房，给你以后结婚用。好啊，到时候房子我自己设计。这是饿了一天了，老爹不会带他去路边吃草吧？身体素质提高之后，随手一抛就是满分。4点也不多，有一条鱼当探子，水里的鱼情都能第一时间摸清楚，以后不用再光靠小花脚路了。契约，以后就叫你土四吧。去吧，找个有鱼群的地方。灯下黑，连庸还有这智商，不管了，收网走人。石林又要下河抓鱼了，你小子也太勤快了，给别人留点机会吧。在岸边，在渔船旁边抛网，这小子就是运气好碰上鱼群了，真本事没几斤。林子哥厉害！翠翠，咱打个赌，石林这网要是能上来10斤鱼，你家那块地我帮你翻了；网不上来，你给我家洗1个月衣服，咋样？你干的活跟狗刨似的，你翻了也没用啊。那这样，赌这1块钱，还是那条件，10斤鱼我给你1块，没10斤鱼你给我家洗1个月衣服。好，翠翠，我也跟你赌一把，赌2块钱，10斤为限。没钱。建明叔，要不我和你赌，你说的那条件，赌多少我赔。这么有信心？是有点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赌50斤，你这网上50斤鱼，我输你50块；不到50斤，你输我50块。建明叔，你不敢赌就直说。行啊，那赌100斤吧。这一网有100斤鱼，你给我100，没100斤我给你100。你要是同意，我就起网了。好，赌了，100斤100块钱，大家都看着，谁输谁都别赖账。你起网吧。这特么真网到鱼了，而且不少。
多了100多点，还多了个水下探子。以后抓鱼有了新选择。这是啥时候搞的三轮车？真新啊！林子哥回来了。我要开3轮车去上河村卖货，谁想一起去？我也去坐坐。小舅舅，我也要坐大车车。可以，盼儿也去。林子哥这是真放下林小霞了，理都不理。那种女人有什么好搭理的？不就是买了个教师工作吗？真把自己当鲜花了。他这2天老来找老六，昨天来过一次，说要和老六谈谈，我给赶走了。今天早上来一次，老六去了县城，我又赶走，现在又来。他之前不来，怎么突然找上门了？这里面是不是有事儿？我没告诉老六他来过，我怕他又……这事儿还是得跟林子说。林小霞都和人钻过玉米地了，林子不可能再想着他。对啊，英姐，和林子哥说说，他要是再被迷住，我们帮你打断他狗腿。你的才是狗腿，老子是人。狗耳朵吧，这么灵，车这么吵他都听得到。哥，我好像恋爱了。莲蓉387斤，卖了464块；3只黄皮子210块；9只野鸭子14块，总共688块。加上上次欠你的300，一共990。990块，我每个月36块工资，不吃不喝要干2年多，一个放牛的功夫。走，进去想要啥自己挑，今天我买单。舅，我想吃这个。帮我包起来，再来2箱可乐，2条老巴多香烟。咋了，四姐？你拦我干嘛？你之前是不是抓了4个罪犯，送局子里了？是啊。他们死刑了，4个全部死刑，局里来送锦旗和50块奖金了。那4个歹徒身上有7条人命，娘听了差点没嘎过去，爹也气得不行。他俩现在满院子找棍子，准备收拾你呢。你最好先别回去。没事，姐。林子，你啥时候抓的4个亡命符？一个人。前不久，那4个要打劫我，我就一直跑，他们一直追，最后累虚脱了，回头一拳一个，全送局子了。林子哥，收下我的膝盖吧。你自求多福吧，爹娘知道你这么勇，棍子能打折好几捆。爹，有啥事儿啊？这把匕首是当兵的时候老领导送我的，现在你本事大了，拿去防身。当兵？你啥时候当过兵？我咋不知道？老子当兵的时候还没你呢，你知道个锤子！兵是你爹去当的，战场也是你爹上的，名字是你大伯的，后来安排工作也成了你大伯的。你爷爷他们在的时候不让说，现在人没了，在家里说说也没啥。难怪这么多年
老娘对大伯一家一直有意见，这事儿心里知道就行了，别往外说。当年是你爷奶偏心，跟你大爷没啥关系，以后还是得多联络，毕竟一家人。知道了。好不容易得一次锦旗，今天庆祝一下。晚上我下厨，军哥叫上嫂子，还有二大爷、二大娘一起来吃饭。林子，你这手艺太好了，不打猎开餐馆也能发财。我厨艺上不了台面，二大爷、二大娘，我爹娘准备给我建房子。好，到时候二大爷来帮忙，我们也来。你明后天有空去找你大姐夫，他爹建了几十年房子，咱家建房没理由找外人。好。石林，石林你在吗？这回可别再搞出幺蛾子。赶紧给他找个媳妇儿吧。我去，不然他下次还来。石林，石林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弟弟呢？他要是再不道歉赔偿，可别怪我。林子哥，我们之间有误。停，叫我石林就行。另外，咱俩的事儿别提了，说你弟的事儿。他准备什么时候当着全村人的面向我道歉？我代替他道歉。这里20块钱，赔偿你。还是那句话，让你弟当着全村人的面道歉，赔偿我一根野山参的损失。给你们3天时间凑钱。以后没事别来我家，晦气。他真的变了。就算我跪在他面前，他都不会听我的了。建兵叔准备下河呢。那啥，林子，那100块钱我过几天再给你，最近手头紧。不急，建兵叔，我今天想下河转转，你渔船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你背着猎枪不去打猎，下河干啥？抓鱼呗。抓鱼你带枪？我这叫美式抄网，遇到大鱼能用上，不然你这小船被大鱼拉翻了咋整？完了，水太深，撑不到底了。还行，划得动，就是费劲。先找黄鱼吧。半个小时，就这一条，还不如在河边抓的。石林兄弟，你今天也下大河啊？抓多少了？就那一条。抓鱼嘛，不可能天天满载的。我早上出来2个多小时，也才50来斤。我往下去看看。这人什么毛病？我打不到鱼，他高兴成这样。来了！哈哈，爆网了！爆网了！操！这帮鱼比船快，靠不了岸，一网全是大货，放了又舍不得，什么？2米，200斤往上，这是什么怪物？不行，水太深，子弹过了3米就没威力了。没事了，在这儿呢。
爹，今天办全鱼宴，把村里帮过咱家的人全请来。这一条够吃，几十口人，我这就去喊人，二大爷、巧丽姐都叫上。盼儿要吃鱼，盼儿要吃鱼。今天管够，想吃多少有多少。鱼太大，得在院里搭个大灶台。玉叔，去借几口大锅。鱼头炖汤，鱼身红烧，鱼尾清蒸。林子，这鱼头比我脑袋都大。大补，大补，今天不醉不归。于叔，今天您敞开吃，不够还有。今天不谈别的，就谈开心，吃好喝好。小六子这手艺比城里大饭店还强，又嫩又鲜。那是，咱村就属林子最能干。感谢大家捧场。这才是过日子。